来乡亲啊，这是台南的路边，这个女外送员带三个囡仔，脚只偏过来按一个，伫咧路边夹这个纸棒，纸棒面顶写讲：拜托帮我4个可怜的囡仔。这民众来报案，警方是到场来关心。原来这个4个囡仔妈妈这1年来借将近400万，互伊小妹男朋友来投资，结果对方敢若用3万块就浪讲咯，伊只好到网络发文章来找人，结果颠倒去互对方甲告讲妨害名誉，这声这个钱讨袂转来，阁派着官司，生活真歹过。一位外送员爱囡仔伫路边举牌，牌仔佫写拜托帮助我4个可怜的囡仔，无啥抗议，却充满无奈。警方接到通报到现场关心，才发现这位负责人好心借别人钱，不过对方却走路。这个是成品。规家伙仔拢做伙做家庭手工来趁钱，另外佫要甲厝内物件整理出来卖掉。不是很好赚。台南这位负责人真无奈讲，这1年以来借卖400万互妹妹男朋友投资。想要到对方敢若用3万块就拒绝见面，欠的人抓走了，我们有帮忙去救他。为了救他，大概筹21万。老一张用手写的借据，人就直接无去，钱讨袂转来，只好带囡仔来街仔路，而且搁发文章要求网友到3工找人，就变成说换我们要去还这个债，不要再让我们这样子。做一个善人的，又害我们无辜一家6口又要背这些债，真无简单，趁到买厝的钱，结果互骗了了。4个囡仔要需要人饲，翁仔某只好兼咧做外送，想办法过生活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对方嘛讲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无要回应。本案网女当然已附提告诉，本所经已规定受理。因为这未纠纷，双方变做青份人，即马嘛干那唔望司法会当行因一个公道。他儿子的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